通货膨胀物价悬，想要买厝是愈来愈恶拼。根据上新的统计，去年平均贷款有785.1万，贷款的存额平均是605.1万，这两项拢是历来上悬的纪录。不过因为厝价称悬，民众买到的厝煞是愈来愈细间。大大细细卖厝广告都挂伫路口，为咗减限，佫是用接管小便所来做推限的主流。因为伫高通膨、高物价时代，民众若想要买厝，有算是愈来愈难。对，太低了，都会做一些家教或是打工来存钱这样。大家一般来说都是领薪水，但如果不是说有一些系统或是额外增加财富的方式的话，物价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本质上我觉得没有差太多，你一样是跟以前比起来一样是越来越困难。都是因为预算有限，未少买厝的人买厝时阵，拢会将房贷贷款贷好贷满，佮透过长年期贷款这方式来减轻压力。根据联合电信中心上新的统计，112年全年平均房贷金额785.1万。房贷余额平均是605.1万，农创统计以来新高。啊，不过买厝的面积却愈来愈少。去年第四季买厝面积比111年同期衰退1.74%，全年平均比起来比去年减少1.5平方公尺。房产专家就解释，在单平气势带动厝总价之下，愈来愈多买厝人干会用买小便所来减轻家己的负担。在利率的表现上面，因为8月份新青安的导入，那把整体的利率环境的水平把它往下拉了，所以会呈现所谓的上高下低的情况。因为房价往上走，可是民众的购物能力是相对比较有限的。那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就只能够锁定总价去选择，那这也就造成了民众在购物的面积上面会越来越小。展望今年房市，市价审认为下半年开始，全球整体经济有过政治降息期，加上自美国大选年有机会推出降利息，刺激经济顶压力。国内央行无论是对咧降利息，房贷利率拢有向下调的空间。不过目前买方支持力头依然正足，未来房市爱去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